大江公安部有社会参与、社区学习、信用中心3大功能，影响到公安部开垦社会发展。海尾调风宫甲台南社区大学共同设立大江分校，推动大庙行学，结合在地乡亲，推动大江文化运动，继承200多来公安部学堂的精神，开创了新的学习风气甲思维。执行长，咱即马所徛的这是海尾调风宫，啊，头拄则我有看到这庙头上一个石条，伊写这大庙行学是啥意思啊？大庙吼，向西啊人拢叫蚵啊，吼。蚵啊。那蚵啊就是咱咧读册的蚵，咱学物件的学啦，吼。那么这就是一个学堂，吼。那么嘛会讲公厝，吼，讲公厝，讲这是咱海尾的公厝。公厝若是即摆咧讲，就是社会参与的一个中心，就是咱整年各角头有无吼，遮人的老大吼，啊，大家伫公厝做伙来讨论咱在地一寡公共的议题吼，啊，大家相办法来营造咱的庄头。所以大庙行学基本上是甲咱古早咱的祖先啊，大江建政200年，咱的祖先来即个土地，就有一种社会设计的即种的文化。即个文化就是讲透过大庙行学。来作为啊，咱在地的一个社会参与中心，在地社区的学习中心，啊来营造一个文化生态健康的这个大江新家园，这就是大庙行学。啊，为什么会选伫这海尾调风宫遮？调风宫对大江遮是有代表啥物种的意义？咱向西人讲，地号出名啦吼，安心立命起草寮，地号出名16寮吼。那么16寮内底吼，咱达到公庙海尾寮吼，会当讲是受到咱地方的敬重啦吼，这是古早人传落来。那么海尾伫大江内海来讲，伊是上西边有无吼，所以叫海尾。这个海字就是大江内海海字。那么伊较早是这个沙洲啊，啊咱先民吼不管是讨海掠鱼来遮人也好，吼，还是讲自厝移民来遮也好，大家相办法。海尾有姓吴，哦，即将军来，有伫番仔寮来姓杨，吼，啊，佫有遮姓周、姓嘉，对后昂才过来。啊，大家来遮人相办法经运做运啊，就是讲伫即种大江内海适地形的即种的庄头社会吼，用咱的环境的特色、咱的资源来发展着咱的做运啊文化，饲沙目鱼。所以大江内海有无？伫海尾即个所在，自之前时代叫海尾寮庄。伊一庄就是这海尾寮，所以你就知影讲伊的重要性啦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讲，咱海尾也佫有咱大江内海的这个海字吼，尤其伊的四颗链灯也佫足侪运啊。咱希望讲透过海尾啊，咱这个调风宫，就是咱海尾大庙拜达的工作，会当用这来做一个起点吼，啊来生拓着咱大庙行学。为着重回早前学堂的文化，现在大江各庄头大庙拢有大庙行学的活动。好住伫遮的村民，拢会当有一个就近学习的机会。上重要的，嘛是好在地人会当更较明白家己生长的这块土地历史甲文化。今年拄啊是咱大江建政200年。会当看到这桌仔顶有这文化路径地图，啊，佫有一系列16寮的社区博物馆的册，对咱推动大江文化活动拢真有帮助。咱这个出版这个大江16寮的建政200年啦吼，这个文化路径的地图吼，主要就是讲毋茫透过这个地图，会当讲互咱即卖囡仔咱在地当地人知影讲，过去100年前有无吼，咱大江内海16寮有无吼？各寮伫什么所在？这是一点。二来是讲，咱即马有这条讲这条海淀路，那么海淀路100年前的时阵，就有这条路底咯。海淀路是做阮啊人行出来的路，咱会当看足清楚。你看咱西边遮人足侪运片啊，即就怎讲，咱内海过去有无吼本土起来，那么然后做阮啊做这个拍盐的所在。顶头有闸门溪，南边有咱的这个嘉南大圳，就是即卖山海圳国家绿道，搁较落南就是这个咸水溪。安尼的时阵，透过这个地图，咱的囡仔伫住伫遮里，伊较知影讲过去咱的先民是伫这个蓝图适地形的庄头社会来发展的过程，这是一部分。咱然后按照这个地图行走到庄头的时阵，比如讲咱来到海尾庄。
来到咱海尾庄，咱已经用差不多10外档的时间吼。咱大屏个志工甲咱在地10间的学校合作，就是用亲师生大家共比的方式去做咱的社区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的文化环境资源的调查。这是2014年所做的，大家问，所以一档一档做。那么咱就编出这本的海尾寮的社区博物馆的这个手册。所以透过这一本社区博物馆的手册，还有这文化路径地图，那会当了解到台港这200多人生民因奋斗的历史。对，这就是咱编这个社区博物馆社区博物馆手册，甲咱这个文化路径地图的用意，要大家走入台港。台港就是一座博物馆，文化就是伫乡民日常生活之间，伫大庙、伫老厝、伫古厝之间。每一个角落记录生命奋斗故事，透过教育以及文化推广，嘛加深了后一代对在地的认同。咱即马看这条就是伫嘉南水圳啦这对台港内海来讲非常重要。向西就有到1920年嘉南大圳有开始设计的时阵就甲伊合作伙，那么因为前身是台港内海的港道所以甲这个港道变作是咱嘉南大圳的排水线，这对咱来讲非常重要。所以伊的重要性就是，伫历史中上有啥物意义？因为咱台港内海本土起了，做园爱水，做温嘛爱水，所以这条水路是会当讲是有井水，伊的井水就是对嘉南庄因闸门溪水放落来，那么海水是对台湾海峡水溢起来，所以海水甲井水合作伙了，伊就变做咱个咸水，那么阮即当做一个做一个咸水温咸水温就是需要这个咸水来饲鱼水爱清气，鱼较饲得好，所以这条水圳来讲是农业、渔业拢需要，所以会当伫台港建庄200年来讲，已经100档有无到150档来讲，这条水圳到这阵来讲，拢总是足重要。咱过来看两侧咱抬头看，这个是铃仔树啦。铃仔树这就是这台湾楝树。对，这铃仔树是我拢讲，咱台港土地公伯家己种的。阮遐时伫温边边有无定定看到这铃仔树，就是伊就是种先驱型的树种。这个足大还是足咸有无伫这种安尼足溪的所在，别种树发袂出来，但是有伊就发得出来爱发出来了来，伊安尼开始有鱼落落来，形成一个慢慢形成一个生态圈伫遐里。别种的树种有无嘛会当安尼伫遐里生团，所以是甲像咱台港先民共款，是具有这种的咱这种拓垦啦这个伫这个咸地顶头有无来奋斗来拓垦的一种精神。所以咱这条山海圳绿道来直直甲行，会当了解到咱台港200档的历史对。我知影讲伫台港遮，阁有另外一个或者新情，是台港这12殿的新情，迄个是一个什么款的故事？伫咱台港建庄200当中有无会当对这个红树啦、果仔树，讲到铃仔树，佮讲到咱新情，这故事拢甲咱的环境、甲咱这个老树有关啦。咱是不是会当来看一下新情，伊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好，来，我带你来行来。哇，执行长，咱即马看到这新情我看上无占地嘛有几千坪是啊，这实在是无简单的，是即马这都市内底想要看到这么大片绿地这当初是为虾米会开始种的？这讲起来就是向些老年人有讲一个故事啦，就是咱头前有无才有3张情伫遮里，迄一开始种3张情。那么这是咱12殿咱的这个管地呀甲地王爷两位主神为了要来保护咱12殿庄所指示来种3张情。这青是会行路的树会行路的树是安怎讲？因为伊有刺根有无伊这若定土了，定根落去啦落土定根了，伊安尼一丛一丛安尼生出来。
啊，因为伊是咱新民吼管地爷甲地方爷所指示来种的青啊，所以百姓吼袂讲去甲伊安尼损长啦，就是讲就以自然安尼去发展，所以对3层变做3000坪。所以讲，这个新情会当讲是新民所种出来的公园。对，这个是上了不起的所在。这是咱见证了咱台江对内海分土起来16寮这种适地性的庄头社会。伫个发展当中有无咱会当保存者用现代都市计划都无一定会当种出来新情有无？伫个过程当中来形成咱台江一个上水嘛上大的新情公园，这是值得咱大家来参观的。所以以咱即摆科学角度来看，这嘛是甲咱即摆水土保持有关系啊。对啊。就是讲，咱进行前青海的先仔紧会去把这个土，就是讲咱水土保持共款，会当有有一个缓冲地带，即嘛变做一个森林公园区，咱讲有一个灾难缓冲区啦，大水若万不利啦，讲真正过来时阵，伊会当做一个冻土墙伫遮里，安尼来冻掉的安尼，对社区的这个冲击就较袂遐大。这是我感觉古早人迄个智慧虽然讲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嘛是展现着咱台江人免讲甲内海有无甲本土起来了，甲这水来雨水共存的这种智慧种树来甲咱的这流域甲咱这溪圳港做伙来共存。所以咱即马推测着三亚圳国家绿岛嘛是这个观念，就是沿着咱的水准咱的溪、咱的港咱这排水线。来种一条绿色的绿道，安尼起来了，伫21世纪咱全球暖化内底，种树嘛是介重要，会当讲是利益现代嘛利益未来这100年的一个事业，值得大家共同来推测。面对水患问题，先民真有智慧的结合宗教信仰以及科学方法来种青嘛算是一种水土保持的方法。毋但安尼。伫台江公清寮，阁有一个拜溪墘的民俗活动。伫每当的7月底，祈求神明保庇。沿着站门溪古河道排水线，会当看到参像剑狮、七星剑、甲石像等等，拢是先民希望透过镇宅压衰辟邪来预防做大水。这嘛是台江地区非常特别在地民俗文化。真人有一句话叫做“历史无写，听讲古”。对。咱即马伫这总头寮平安宫，有啥物故事要甲阮讲？有啊，就是伫咱即个石边就写着咱向西咱总头寮、中州寮古河村或者即个东平遮的庄头因为咱内海本土起来了，而且开垦，但是咱百姓捌字的人无介济。意思是讲，咱开垦的土地去互遮读册人有无？伫即个官业咧做。这个梳理啦做文官的人安尼讲，怎变做因的会得着？所以迄税金愈扣愈悬。迄时阵咱中州寮有一个读册人汉和先林荣先生伊就带领大家好无去奉请咱客家二大帝，就是大家工作来帮忙大家安尼团结，就去台南府城去过关。就是讲你主张这土地是阮的去过关。那么过去老人讲伫即个小过的过程当中，大家讲呢，就显化着一个老人来帮助咱的百姓写诉状。你若讲即个诉状摕去桌仔顶，送去桌仔顶的时阵有无？即管老爷呢看看讲，这都什么人的？恁安尼来主张无道理，我来等落去涂骹，就一阵风，安尼假的就飞起安桌顶，安尼来回3遍。所以即个管老爷就感觉讲，其中必有完整就去细查，较知影讲无错，这土地是咱台江先民有无？大家辛辛苦苦打拼出来，所以就甲这下即个耕作权有无佮判刑予咱的百姓，然后缴的税金就互市内府城的宗门册院、崇文书院所以咱
做这个学院猪，所以咱这在的那种中文园啦、中文店的这个这个故事团落啊。伫大港十六寮来讲，大庙毋但是在地民众社会参与、学习中心，伫大庙内底石碑更较重要，就参像一本册，记录着过去先民开垦时的辛苦。我即摆所徛的所在是13殿一间大古厝的头前，伫我边仔呢，这是郑家子孙郑忠胜大哥。郑大哥你好，文平你好。郑大哥请教一下，我身躯边为什么有遮侪这边雕的艺术？这边雕的艺术吼，是为着要庆祝咱大港建成200年所做的一种艺术展览。边雕呢，大到细，咱大港的历史、的生活，拢和雕有关系。大是大到什么货呢？比如讲，咱海尾的5家古厝遐后壁迄搭遐有竹坡啊，迄当时是为着要防海贼入来拍即个砖头所种的一个竹坡啊。若较细呢，较细有咱农家日常所用到的种种的器具啦、农具啦，一寡家私，拢和竹啊拢有关系。原来是安尼，所以伊用这来代表一个意象，对啊。是代表咱农家的生活和这个的关系。所以透过这个装置艺术，咱会当了解到大港过去人民的生活，搁有一寡乡民记忆的见证啊。是安尼。安尼我后壁呢，搁有这看起来保存了真好的一间老建筑。即马伫都市内底，当看到保存遮尔好的建筑物，实在是无简单，是毋是？会当甲阮介绍一下，讲即间古厝伫大港遮，伊代表啥物意义？这个祖厝吼，是阮查某祖和伊的后生吼做伙起来。阮为地政事务所的土地登记簿，日本时代土地登记簿内底解查，伊是伫1929年。将这个田地甲变做一个建筑地，伫迄阵开始起来。另外对咱的祖厝的这个中间遮有徽章嘛吼，迄个徽章是伫咱台湾的建筑史上一个短15年的时间的一个建筑的技术，伊是对日本进口过来的徽章是安尼。过来这个头前遮有洗石的技术嘛吼，这是嘛是日本人引进入来的这个。建筑的技术，顶悬迄红叶啦吼，这彩画是咱台湾传统的建筑技术，是安尼。咱除了外观的保存以外，内底是毋是嘛有其他的物件？会当甲阮介绍一下？会使，咱对头前这张迄个郑家祖厝的配置图来甲咱大家了解。咱正徛遮是步口埕，咱郑家祖厝。这个正身这是5间起，5间起就是1、2、3、4、5棵数代表用安尼头前这是入来这是大厅，两边这是头前房，过来这是迄个食饭间伊正手边这个含倒手边这个叫做春手，叫做护灵咱的食饭间啦、房间啦、客厅啦、灶骹啦。拢伫即个春秋遮，伫特别伫即个灶骹边啊，拢阁有便所，拢阁有便所，阁水池啊。若后壁即落，就是枝条甲牛条，咱农村庄稼所在，拢会饲猪饲牛嘛。郑大哥，我即摆看遮有2个桶，头拄则你有讲到土桶嘛，有讲到窑桶。是。所以我摇这应该是土桶，迄就是窑桶哦。是。这个是迄个土桶，嘛叫做窑桶吼。暗时咱女性朋友甲细汉囡仔要出去外口晒下洗手有较无方便，嘛无安全啊。所以伫咱的这个新娘房，伫咱房间内底，拢有放一个土桶、甲窑桶，咱女性朋友也是囡仔能够洗手能够用的。若这个就是迄个卡桶，也是窑桶，就是咧洗浴。咧用的，安尼，包括当女性朋友来生产爱教囡仔洗身躯嘛嘛是用这个啊。若眠床顶才有2卡这箱啊，是过去人讲的装嫁妆的所在嘛？这是阮阿嬷伊的嫁妆
就是衫箱啊，就是茶箱啊，伊有一对多2骹，啊特别这骹吼保存了加正完整。比如讲这个呢，这舌头，哦，咱较少看到嘛，啊，不过伫遮个保存啊个足完整的，啊，这个是迄个行李箱，是安尼，啊，这个是迄个以前的这个总铺。安尼，咱房间内底介绍了，外口是毋是嘛有啥物无共款的物件会当互阮知？哦，来，咱过来后壁间吼，我甲你介绍一寡农家咧用的一寡日常生活的工具。农具对对啊。农具也是种种的家私。文平，我即马咱行入来后房吼，我甲你介绍着咱地家主厝哦，以前留落来一寡农家咧用的器具甲家私。啊，我看遮真侪物件，我看起来可能敢若熟悉这撇仔啦，啊，搁有刀啊，剩的我都唔知啊，请郑大哥帮阮找一下较无共款的物件，互阮熟悉一下。特别即个，我要甲大家绍介一个吼，即个是迄种竹啊会筋落去做的，竹啊会筋落去做的，这个叫鼎磬。是算即卖的菜瓜布？毋是，这含了菜瓜布无共，这个叫鼎磬，磬是对的磬呢，第磬，竹字头啊一个仙，竹字头一个仙，先后的先，那个磬，哦啊，这个迄个鼎磬。啊，所以伊的用途嘛是甲鼎。这个洗鼎，比如讲这鼎对不对吼？对啊。啊，咱甲洗，伊早是用这个，啊，即马用迄个菜瓜册。菜瓜册，菜瓜册也是菜瓜布，嘿，菜瓜册也是菜瓜布，布就是迄个打起的，迄种菜瓜，菜布，啊这是迄个竹磬，啊来讲含竹仔有关系，这个是啥物货呢？咱牛吼，农家拢会饲牛嘛，啊饲牛，咱会甲灌迄个牛药，牛啊，嘛爱食药啊，我按这来灌。你要叫牛仔食药，那你叫食，伊有可能会食，拢扛起来啊灌落去。毋是藏伫草堆啊内底。无这爱用灌的，用灌的。啊，比如讲就这支吼，这个是牛打啊，华语叫牛耳啊，牛耳。所以是咧打物件。牛啊咧拖咧，啊拖迄种迄个咧拖个，啊个驾车咧用的，是牛耳牛打。听郑大哥安尼介绍落来，我嘛大概会当把自己置身在过去这种农家的生活里面哦。啊，我想要知影讲，咱以前的囡仔，咱大人嘛，伫咧做事的时阵，啊囡仔拢算啥？哦，算啊有囡仔吼，有阿嬷片嘛，阿嬷片的时阵，啊咱较古早，无像讲即种也是讲有这个手机啊啦，啊是迄种电子产品，以前无嘛。啊，即寡佚佗物啊吼，拢嘛爱家己做。家己做啊！爱家己做咯。啊，咱这厝内底敢有保存落来？有咯，咱来出来迄个报考电话，我甲大家绍介一下。好，安尼带我来去算一下。好来。加油！哇，安尼是上车。安尼是咱两拢输去，无输无赢。这真好算的，真那个，这就是你讲以前恁细汉算的铜碗嘛？这是阮细汉的时阵吼。阮这个做田人啊，农家子弟，时常咧耍的这佚佗物啊。这叫做啥物啊？这个吼，这个叫做绞刑啊，小搭。绞刑啊，小搭。啊，那迄个华语吼叫做野线斗牛。野线斗牛哦，咧小搭。这名号了真好，安尼看起来真正是种的成两只这毛虫嘛，这是讲做毛虫的小搭。这是绞刑爱籽啦，啊，你咧红红钓呀？哦，红红钓。黄头前，唔是黄后壁。哦，咱这过去的这铜碗实在是嘛真趣味呢，佮会当甲咱即摆的科学来计下，咱讲这是迄个有物理现象。哦，咱有这囡仔吼，伫这个算佚佗物的中间啊吼，含学校的这个教法会当结合。是咱讲的，你看摕这个石头来摸这个铁钉啊，会产生什么呢？震动嘛。啊，透过这个树泥将这个震动的力甲传到这个绞刑的这籽嘛吼。啊，因为这头前这较大，后壁这较细，所以咱咧震动的时阵，咧震动的时阵，就会将这个力啊动能传一直用这我这绞刑啊，一直向头前一直行去。安尼啊，我这边磨，你那边也磨啊，两边呢都会相搭啊，会动着嘛，对不对哦？
会相搭啊，啊，跋咧兵车就算输啊。所以伫这个生7个年中间呢，互咱小朋友、互咱囡仔吼，知影这个物理的现象。这实在是真趣味，我看囡仔伊早过去，拢会当了算规工无问题。是啊，算啊配面。算啊配面，啊不要紧配面，咱就搁换后一项来算。是啊，好。搁有后一项会当介绍无？哦，这来介趣味的。啊，咱这拢有资源回收嘛，弹弓啊啦、酒干啊，啊那以前吼，拢有人咧收这个迄个国物箱吼。有酒干看怎谈的无？酒干看怎谈的无？啊，这个叫做麦芽果、麦芽、麦芽。啊那摕坡啊啦，摕坡啊纸啊啦，派弹鼓、下弹弓啊啦吼，啊，就咱甲国物箱换麦芽果啊，所以叫做麦芽果。听到这个声，就知影有咧。真的话来讲，有做资源回收。哦，以前就有资源回收商专门咧收这个。有人迄个专门咧买这个派弹鼓虾的。派弹啊鼓虾，坡啊纸啊摊卖无。就是讲啊，我，哦，就知影这个国物箱要来收，这资源回收啊。准备要换麦芽果来。是啊，来行的。今年是台江建庄200周，要做这个纪念，会最大的意义，就是让咱带入台江的子孙知影咱先祖200周前来这开垦台江，用生命甲血汗留落来的这个文化甲历史，让咱在地居民甲咱后代子孙大家拢知影。知影了后，咱就会当继续。后来的100周、200周的生活，是免啊去开垦啊，是免啊去开发啦，是免啊去打拼啊，这是咱最大的意义。咱台江文化运动主要是希望营造一个生态这个文化健康的这个台江新家园啦吼。咱简单讲就是讲，望将咱逐庄头有无吼，一庄一庙。一学堂，一庄一庙，一乐团吼，大家当在地学习在地，来发展社区、发展学习、发展生命。那么咱各庄头，或者是本地在地文化好，还是讲未来新创的文化好，会当伫咱的庄头里共存共荣。咱有一寡这三合院也好，还是咱的大庙也好，还是咱的历史现场好，咱的老树、咱的排水线当绿道化。安尼结合着咱山海村国家绿道，营造一个台江16寮的单车文化路径，互咱在地囡仔也要去熟悉咱庄头文化，伊会当用行路的，行这条路顶头有青翠的有一条绿色的棚空，会当安尼行。二来骑脚车，伊嘛当有一个专用道。评价讲，咱市内朋友，咱全体市民，拢会当行入台江，全国的国人拢会当来咱台江，甚至世界拢嘛当行入台江，看到咱台湾。看见台江，遇见福尔摩沙。